台南 U-Bike 2.0 主要是公共运输共享脚踏车的重要转型。去年底已经突破500站点，有586万人次使用，对市民通勤、通学加旅游已经成为重要工具。对此，议员李宗麟在这届临时会的提案，希望市府比照台北、新北市恢复前30分钟免费来拼观光、拼集团。那30分钟到台南市的市区，基本上各大景点几乎都逛得到啦，所以这个可以提升这个大家来台南市观光的诱因。那因为台南的地理环境比较特殊，道路比较狭小，所以靠着 U-Bike 来观光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那我们也希望说，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提供大家来做这个 U-Bike 这样子永续的这个车距的使用的诱因。台南市的 U-Bike 大概有蛮大的比例是这个非市民卡的部分可以推论是这个观光客的使用哦，所以对于这种这个不是高频次的使用的部分，我是觉得以现在的这个以量制价，或许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U-Bike 的调度能够比较好的这个管理。我们刚刚看到有其他县市政府当然也是后来又恢复这个。前3周全面的免费，那不过我想我们会滚动检讨那这个依据使用的状况再来处理。不管是使用者付费的原则，或者是市民卡已经无分时段半价原因，嘛毋望市府综合考量，并顺应民意来随时调整，给民众一个小确幸。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